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金龍豪宅嘅 Henry。今次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咧，就喺上面一座嘅中層閣室啦。咁呢個單位上面即係有1614尺嘅4房2套單位嚟嘅，連埋工人房，做緊買賣。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睇下。首先入到門口就係一個好方正嘅客飯廳啦。咁飯廳都足夠放一張嘅圓形單張。咁至於我哋去到客廳啦，咁客廳嘅空間咧，適合放一張按摩椅。同埋一張好大嘅 L 字型梳化，再配個大電視，咁樣咧佢個空間感咧都非常之充足嘅。然之後去到露台加向農場道，而且望到獅子山，係一個東邊嘅景觀嚟嘅。之後客飯廳嘅左手邊就係廚房啦。咁廚房嘅右手邊就係一間工人房嚟嘅。然後廚房就家電齊備，然後廚房嘅左手邊就有個工人嘅洗手間嘅喎，咁一個有窗口嘅設計啦，一個名廁嚟嘅。然之後客飯廳嘅中間一條走廊啦，連接住4房2套同一間嘅浴室嘅。咁首先睇咗一間嘅睡房先。有個方正嘅設計啦，望向東邊嘅景觀，適合放一張雙人床。之後呢度其中一間嘅套房，都係東邊嘅景觀嚟嘅。然之後去到呢一個嘅浴室，配備咗一個浴缸嘅設計啦。就我哋去到浴室，浴室係一個有個浴缸嘅設計嚟嘅。最後我哋睇埋主人套房啦。咁呢個係個工作平台，然後再下去就去到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嘅空間足夠放一個3邊落台，即使放啲衣櫃做收納，空間都非常足夠。主人房嘅浴室咧係一個名廁設計嚟嘅，同時配備咗一個嘅地缸同浴缸，同一個雙星盆嘅設計嚟嘅。好啦，我哋今日睇住咁多先，如果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69077297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